真正識得富養自己嘅人，唔係買幾多靚衫，而係學識閉嘴。第一，交淺言深係人際交往嘅大忌。交情唔深嘅時候，講話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慎思慎言。當你腦袋一熱，想同別人吐露心聲、吐槽他人、掏心掏肺嘅時候，要記住趕緊閉嘴。有幾分情就講幾分話，人前守口，人後守心。第二，識人在心唔在眼，睇破唔講破係一個人最頂級嘅修養。一件事睇清了，冇必要拆穿；一個人睇懂了，冇必要糾結。知事不聲張，心裏知道咋回事就得；知人不評人，誰真誰假，心裏有數就好。笑而不語係一種豁達，痛而不言係一種歷練。時間改變一切，一切改變着我哋。成熟唔係睇破，而係睇淡。第三，經常口出惡言唔單止傷人，更會喺無形之中做落更多惡業，漏咗自己嘅福氣，時運亦會越來越差。一張刻薄嘴，必損萬千福。你係咪豆腐心唔重要，只要你有一張刀子嘴，就係一把傷人害己嘅利器。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一個人講話嘅方式，決定咗佢一生嘅福氣。